灵芝、苏里各拢足伫，我哪来伫遮咧？陆将军。将军精神啊吼！啊，恁是安怎？哪会知影我？陆将军，恁免担心啦。啊，阮拢是中原人，阮姓岳，这是我的囝岳胜啦。因为你伫咧坟墓中有伫咧讲啥物有燕郊幸不留名，所以老身才断定讲你大概就是杨陆将军。啊！你是去中着山中的瘟疫啦，昏倒伫咧迄个山路边，是阮囝甲你挨倒转来，搁叫隔壁李大姐甲你医好的。多谢岳大娘，甲岳兄，你救命的大恩。也毋过廖兵四处就是要掠我，敢讲恁毋惊受连累吗？陆将军，这个所在真隐秘，绝对袂被人发现。搁再讲。这是紫云峰，山路细条伊阁歹行，遐个辽兵，因必须要找遍全五大山，最后不得已才会找到这个所在来。是啦，来，袂等到冷啊，紧来食一个。是啊，今仔日因为我无出去拍啦，所以厝内面无肉。陆将军，你较委屈一点，食一点仔糜配咸菜。但是我心急如焚，搁较安怎吃也是食袂落去。我必须要立刻回边境。对，岳兄，我要过来求岳兄照一丝的预防，打扮像你这种拍拉的模样，才会当瞒过就辽兵。袂用的，陆将军，你看你的病拄则好，身体阁这么软弱，免人去入去赶路啦。我袂用顾虑遐尼真多。因为我若无赶紧倒转去，恐惊会耽误就大事。我有啥物代志？会用甲阮母仔囝讲声？风之来将灵药出，一滴相相的良苦，虽地我边再归户，势必所所回家事。将军，万一你若是被辽兵发现，你看你的病又搁这么软弱，啊，搁未完全复原，若是昏倒在半路，安尼同款毋是误了大事。我愿意替陆将军你走这段路。安尼好啦，陆将军，这是真好的办法。阮是这个山顶的老户。而且，阮囝母的是真好，互阮囝代替你去走一逝啦。
师叔，伊已经有甲你讲过啊？是。要出兵以前，我有去田家探问四哥，四哥伊有甲我讲，阮两兄弟的秘密，四叔拢知影。师叔，四哥一再伫咧烦恼我，不过唔免讲，这件代志伊已经有甲我讲过，叫我千万袂用咧掠杨延娇，爱放伊倒转去惊啥？是毋是安尼？可惜无好交代，若无掠着杨延娇，伊要将恁四个斩首。只是这件代志，我应该着爱安怎？我是要安怎办？师叔，我也甲你共款真为难。若是要来保全四哥，惊爱六哥会丧命；若是要来放走伊六哥，四哥就爱避走。毋是，弟弟，你的情形是甲我无共款。六郎、四郎拢是你的大兄，恁四哥是我的翁婿，也是我腹肚内这个囡仔的老爸。原来杨六郎，甲我根本一丝仔就无牵连啊！哪呢？你是决心要撩阮六哥是？我袂用安尼做，我假使若是掠杨六郎，恁四哥一世人都袂原谅我。无好派咱三个人来这个五台山来掠杨延娇，竟然是我家己强伫咧所杀，恁两个拢要伫这个军场内，安怎样？是要等杨延娇来找恁是？阿姊，大风仔被人逼进迄个天家，如果你若无掠杨延娇，伊是爱死呢。阿姊，你啥拢袂着急，你是安怎？阿姊，你哪伫咧哭？李红啊，我阿姊现在来这里伤心呢。宁家贤良。第三公啊，苦在迄个天哦，可会难懂。车主的左灵啊，心开恨，怎不流泪呀？伊的捧红。哦，原来是为着这件代志。阮姐夫会受苦，应不完，怪伊的自己惹的好端。铁镜，夫妻之情啊，也不管。那是迄个木树啊，比家近，问你的关心无？不咧关心。你若放走迄个杨家将，咋个会绝对不会宽容？我的心肝是无通像阮阿姊遐尔啊软。如果你若像恁阿兄无义，犯这尔啊大的毋对，查家共款就是袂原谅你。好了好了，铁镜，恁
阮两个翁某本来就真和好，不应该为着我的代志，两个煞来伫咧争吵。哼，什么人咧甲伊争吵？哦，阿姊，咱即几工拢无法度搜查杨元昭，我看大概伊是秘伫迄个指婚坊，安尼也是好，我着带兵马来去指婚坊试。就等下记着。即几工，你为着恁姊夫的性命，实在互你真辛苦。我看指婚坊得要掠杨元昭，互我姊来去就好。你踮咧细场好等佳音。安尼也是好，也毋过指婚坊的路真歹行，兵马只用咧带3000名而已。不要紧，要掠杨元昭一个人，3000兵马已经是有够。请。